有請第15位傑出小學生大埔舊區公立學校寶湖道鄭依喬。你錄影啊，一陣間。恭喜同學，請同學發表獲獎感受。大家好，我係鄭依喬。呢一次香港特別行政區傑出小學生選舉對我嚟講，係一場考驗勇氣同埋思維嘅深刻旅程。喺當中，我學到最寶貴嘅一樣嘢就係傑出唔單止係留喺校園或者書本入邊，我哋更加要去打開眼睛，關心我哋身處嘅社會。感謝學友社同埋各位嘅評審俾呢個機會我，更加感謝學校同埋家長嘅栽培，令到我成為咗今日嘅自己。喺未來，我一定會肩負住呢一份嘅責任，成為一個有抱負同埋有責任嘅好領袖。多謝。恭喜同學，請到台邊等候。我哋有請最後一